Coco Mile 呢個單位大概500尺，2人居住嘅。全屋除咗主要運用木材嘅元素，亦都加入咗香檳金嘅金屬嚟做點綴。喺玄關走廊嘅位置，我哋除咗設計咗一組獅子櫃，亦都隱藏咗一張換鞋凳。旁邊嘅條子飾板亦都可以用嚟掛喺外套購物袋，美觀又實用。嚟到客飯廳區，廚房中島櫃絕對係開放式廚房嘅救星，亦都可以解決到台面空間不足嘅問題。我哋將中島櫃台面同廚房台面高度一致，方便屋主備菜時使用。廚房中島櫃亦都隱藏咗一張伸縮嘅餐台，除此之外，亦都提供咗大量嘅收納空間。主人房同樣以木材配襯白色，塑造舒適氛圍。喺衣櫃側，我哋設計咗一組可以擺放飾物嘅層架，即使由客廳望主人房，都唔會淨係望到一片純白色嘅櫃側咁單調啦。而衣櫃亦都用咗長虹玻璃門板，配上金屬邊框同埋手抽，提升格調。一打開櫃門，亦都有自動感應燈，即使係衣櫃深處嘅衫，亦都唔怕睇唔到啦。而另一間細房暫時就係書房同埋雜物房，因為想預留空間俾將來嘅小朋友，可以靈活咁添置其他家具。